首先呢，日本人應該同中國人嘅外貌差別唔係太大嘅，佢唔講嘢我都唔知佢係日本人啦。合理啊。其次呢，如果一個都唔好話日本呢，一個外國遊客嚟中國旅遊，佢如果真係需要幫手呢，我相信絕大多數人都會幫噶。咁呢啲係最基本嘅禮貌啊嘛。但係咧，好多日本人咧睇佢哋本國嘅新聞報導咧，都話如果我哋啲中國人見到日本人過嚟旅遊咧，係會敬而遠之嘅，即係甚至極端啲咧都喐手打佢哋。我建議就係啲日本人少睇呢啲新聞啦。而且呢，我喺度玩咗咁多年互聯網呢，我發現國人呢係有啲點嘅。就係呢，佢哋可能喺網上面會鬧得好犀利嘅，但係當佢哋現實見到外國人嘅時候呢，佢哋反而係最私縮嗰批人嚟噶，甚至可能因為外國人一句好真誠嘅你好，就改變咗佢對外國人嘅睇法咯。即係嗰啲鍵盤戰士係嘛？係因為佢哋了解外國人嘅方法，其實真係好多都係睇新聞或者睇網絡嘅。講句唔好聽啊，可能好多日本人都係睇新聞或者互聯網就覺得中國人好衰噶嘛，唔係咩？呢樣嘢，其實呢個觀點我同你係好夾嘅。其實仲有一樣嘢，我唔知道可唔可以播出街嘅。我覺得冇問題啊，可以播嘅。你仲想講咩啊？就係呢，其實好多日本人嚟中國啊，肯定首選都係喺城市旅遊啊嘛。所以咧，咁大城市啲人魚龍混雜，你話碰到一啲即係見到一啲對日本唔友好或者對日本特別友好嘅人，其實都係正常現象嚟噶。因為人口過度集中，甚至可能啲日本記者嚟中國報道都係去大城市去攞料噶嘛。但係極少數會去內陸地區或者二線城市嘅，唔係咩？確實啊。但其實中國大部分人口啊，集中喺內陸城市噶。呢部分人呢，其實佢哋係好淳樸噶，冇咁多話，你呃我，我呃你咁，或者係因為外國人啊，或者係有日本啊，就敬而遠之嘅。喂，你呢個觀點都好好新奇下喎。因為我比較中意喺旅遊呢樣嘢，我比較有發言權咯。上一次我去西安呢，我都見到好似有幾個係唔知係韓國人定係日本人啊，俾當地人好似當寶咁樣接待嘅。哦，咁樣啊。唉，不過我覺得依家啲人咧，好似好浮躁咁嘅，特別係睇得多啲 TikTok 嗰啲短視頻咧，即係佢哋以為睇到個視頻入邊嘅景象係乜嘢，就以為係乜嘢噶啦。而且咧最慘嘅係咧，有啲有心人咧，即係專門就係將呢啲視頻拍落嚟，跟住咧就歪曲個事實，再播翻俾人睇。其實真係搞到啲人完全都唔過腦咁，以為呢件事就係真嘅。唉，辛辛苦苦做嘢一日落嚟啊，啲人就係想睇下令自己爽嘅嘢啫。譬如話呢，睇到其他國家嘅人呢，俾自己過得唔好呢，就會可能唔記得咗自己月薪只有3、4千元。呢段要剪啊，真係要剪啊！好啦，最激動人心嘅環節到啦，吓，仲有噶？最後啦，最後啦，最後啦。我節選幾個評論區點讚數，或者係我覺得比較激進嘅評論俾你睇下，你嚟評價下。哦，你原來真係有人睇你嘅 channel 噶？頂你個肺！講笑啫，講笑啫，嚟啦嚟啦。下一個問題啊，比較輕鬆嘅問題。嗱，呢個嘅意思咧就係話中國啲食物衛唔衛生，會唔會食到屙肚？哦，咁呢樣嘢見仁見智咯。日本人係咪中意食清淡啲啊？咁如果你話你去重慶、成都食辣嘢，腸胃頂唔住去醫院，咁樣可以係算唔衛生咩？喂，咁你又啱喎。反正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咯。你食慣清淡嘅，突然間食辣嘅，肯定需要時間適應嘅。
但係對於日本人嚟講咧，嚟廣州咧，應該都幾啱佢哋胃口㗎，又比較清淡啊嘛。係啊，其實廣東嘅嘢係比較清淡嘅，其實相對嚟講會比較啱日本人。下一個問題啊，嗯，可能比較敏感啲，我其實都考慮咗好耐要唔要播嘅。喂，你唔好害我我就讀前面兩段啦，你自己 feel 下佢想講乜嘢好冇？喎，咁神秘嘅。就係日本人可以搣邊個，美國人可以搣個，跟住得啦，我知你想講咩啦。其實呢個問題，我覺得本身就好奇怪。唔通一定係要鬧人先可以代表係自由咩？可能某啲日本人嘅眼中覺得係吧。我覺得喺你評論區問呢啲問題嘅人本身就不懷好意啊！既然啲日本係講話唔好幫人哋添麻煩，咁點解你又冇意識到其實你問呢個問題確實喺度幫博主添麻煩呢？其實我都預感到有人會問我呢個問題嘅，即係但係冇諗到咁快啫。咁其實你去日本旅遊有冇會問你呢啲嘢呢？我喺現實嘅時候好似又真係冇乜人問，或者講啦，你喺現實中你肯同中國人交流嘅日本人咧，佢或多或少都知道有啲規則嘅。我發現好似全世界好多人都好中意問我哋呢啲問題嘅喎，你有冇 feel 到嘅？你都 feel 到咧，你一個都未去過日本嘅人，其實你都 feel 到咧。點講咧？我覺得呢個問題好奇怪嘅，即係就好似變咗一個大家都好好奇嘅問題，就好像國內的一個形容詞叫打卡點一樣，就是好像你沒去過那個地方打個卡，就好像沒去過那個地方一樣。我不知道這樣解釋那個日本的朋友能不能明白我在說啥？打卡點啊！你呢個形容真係好搞笑咯。この動画で最後に僕の心からのお話を皆さん伝えてほしいです。このチャンネルを始めた最初の目的、正直に言うと自分の弱点がどこにあるかを試したかったんです。ような地味も言っていたように、昔も今も中国人が YouTube で日本人向けの番組をやること自体勇気がいることだと思っています。再生数のためにやってると思う方もい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でも、もし再生数だけが目的なら、もっと楽な方法があります。中国語だけのチャンネルを作って亡国の悪口でも言えば、今より再生数はずっと伸びるでしょう。でも、それは私がやりたいことじゃない。私にとっての弱点を具体的に言うと、日本語が中途半端な自分が果たしてこの番組を続けられるのか。動画を出した後、誰にも見てもらえなくても、罵倒のコメントが溢れても、その結果を受け入れられるのか。それが私の挑戦したい弱点です。この挑戦を続けるために、できる限り更新していきます。少し長くなりましたが、また次回お会いしましょう。